谢你，让我们白白得着你所赏赐的恩典。谢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聚集在这里。谢谢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引领我们。求现在开你的圣灵运行在教会的每个角落，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定睛仰望你，敬拜尊崇你。口唱心和的赞美你，让我们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要欢喜赞美主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属主耶稣。谢谢主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。来，我们拍手。
生命里
有信仰的跟没信仰的，就在他病痛的时候，就在他软弱的时候，就在他遇到风浪的时候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依靠跟盼望，因为有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。这几天，我因为了要节省水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做了一件就是我觉得还可以的事情。那因为我们家洗衣机最近换了洗衣机，然后我就就是去就是因为比较高，那我人比较矮，那可是因为我是要省水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水桶就拿起来，然后要倒下去。结果再倒下去呢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让我的洗衣机破坏掉它的受伤，所以呢我就内急的卡位啊，然后就这样子过去，结果我的手就受伤了。然后隔天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去睡觉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怎么样不舒服。隔天起来，这只手是不能动，我的左手是不能动的。我那一天还请他说：“你帮我穿衣服，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，我说我没有办法穿衣服了，你帮我穿衣服。”那我就觉得说，你看我们生命当中那点软弱是很不方便。那昨天呢，我需要到台中，因为我孩子要大学联考，然后要去小明。然后我就请我的女儿帮我开车，我觉得很好在我生病的时候，还有同事、有女儿都这样帮忙，我觉得神很照顾。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神都是我们祝福。那我是说，神啊，我今天要在崇拜，求你医治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这只手要可以高举你，所以我今天我这只手是可以举起来到这个样子的。本来我是昨天是到这样子的哈，这还不行，今天我可以做到这里，觉得还可以吧。我就觉得神啊，我们要高举你。我今天还可以敲鼓哈，我就觉得说，不错，我这手越来越好了哈。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些事情。神也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唱这首歌哈。